呢個 video 我哋要講嘅咧係小數嘅減法。其實小數減法同整數減法，或者頭先之前講到嘅小數加法，其實原理都係相同。只要我哋對齊位值，用一個技巧就係拍齊小數點，其實一模一樣，大同小異啦。睇睇一個例題啊，呢度小智有52元，買咗一支果汁後，餘下多少元？果汁21個8。我本身有嘅，小智有嘅係52元，佢買咗果汁呢一度買咗幾多啊？買咗21個8。呢度就會係佢餘下落嚟嘅地方，所以我哋當然係用減法啦。要求出呢一個位置嘅話，將52減去21.8。要計呢條題目嘅時候，當然一樣用直式啦。寫翻52，問題嚟啦。呢一個係一個一位小數，但係呢一個係一個整數嚟㗎。我哋好似我哋小數加法之前嘅做法嘅話，我哋會點做？將52補零咯，但唔係520喎，咁樣變520㗎咯喎。我哋可以加上小數一位，寫成為52.0。52.0嘅數值同52係冇變，所以我哋可以補上零。咁點解我哋要補零啊？因為補咗零就可以方便以下落嚟我哋嘅計算啊。52.0減去拍翻齊小數點先，21.8。同普通減法一樣啦，零唔夠減，問隔離借1啦，呢度剩翻1，呢度變咗10啦，10減8剩下2，1減1冇啦，5減2 3，所以答案就係30.2。有問題？再睇多一個例子啊！呢一度熊貓裏面呢一隻熊貓重688.3公斤，你睇到個搖搖板啦，墜咗落去啦。比較輕嘅咧係長頸鹿45.91公斤。熊貓比長頸鹿重多少？熊貓嘅重量，我哋可以以一支咁樣嘅色棒去表示啊。呢支色棒就會係68.3啦。長頸鹿寫個長字啊，佢少啲喎，佢只有45.91。熊貓比長頸鹿重多少？要計算嘅就係佢哋嘅相差，即係呢一部分。呢部分即係呢部分。要計算呢一個，我哋就需要將點樣啊？全長嘅68.3減去呢一個字，進行運算，一樣啦，用直式。不過做之前咧，又有嘢應該要留意到啊！呢度係一個一位小數，呢度係一個兩位小數，咁點做啊？補零咯，唔係求其補啊，係咪喺前面補啊？唔係啊，點會喺前面補啊？喺後面補啊，變成68.30。68.30同68.3嘅數值係一樣嘅。點解可以補？因為補咗唔會影響到個數值。點解要補？因為咁樣方便我哋計算。一樣啦，零唔夠減借1啦。你會見得到我每一次都寫得好清晰嘅。你哋嘅壞習慣就係寫得唔夠清晰，咪錯咯。10減1 9，2又唔夠減啦，問隔離借咯。唔再係8，佢係7，加翻10俾佢，12夠減9啦，3 7減5 2 6減4 2，寫翻小數點啦，一個直線22.39，所以答案就係22.39。答題句當然要有啦，因此熊貓，因此仲記唔記得啊？3點喎，因此熊貓就會比長頸鹿重68
22.39公斤。留意單位都一定要寫埋啊！